那這個永康的正式轉運站其實就要解決這個國道客運長期下交流道之後在永康地區停靠的問題。我們知道早期在沿航地區因為沒有適當的路外場站的這個空間，所以它都只能路邊停靠。所以我們在這個前幾年就先解決了這個路邊停靠造成交通安全的問題，我們設置了臨時的轉運站。那同時也開始建設新的正式的轉運站。那這個轉運站總經費是5300萬，那也感謝中央交通部的支持，補助了4500萬。這個轉運站內有8個席次的月台。那除了國道客運的停靠之外，我們也特別預留了2席，讓市區公車來停靠。周邊的這個汽機車的停車空間也相當的充足哈。经過這個試營這段時間，我們在路邊以及原來的臨時轉運站部分呢，對於汽車跟機車的這個停車空間都盡量的來滿足。那我想我們這個轉運站的這個正式營運呢，我想对于台南市上下交流道的第一站長途客運一定有非常好的這個服務的空間。那也歡迎市民朋友來多多利用。在車道上，我們才一進一出讓車輛可以比較順暢的一個通行。那室內空間也非常的寬廣那讓國道客運跟市公車來分流，再讓民眾呢可以有一個舒適的一個候車空間這樣子。我們謝謝台南市政府來規劃設置這個這麼完善的一個轉運站。那實際上設置之後呢，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呢搭乘真的是很方便對我們這個運量來講是會有一個提升的。掌握施政3分鐘，台南進步向前衝。請啟用。我們找一個好的地方，讓等車的民众、通勤的民眾能夠有比較舒適的環境來做轉運，這是刻不容緩。那經過2年多的努力，把這個很漂亮、而且很舒適、而且很安全的永康轉運站終於建設完成了。希望它擔負起讓市民行的安全、行的舒適、乘坐大這種運輸工具的一個好的經驗。希望它的啟用能夠帶來交通改善的另外一個契機。大家好，我是陳碧純，歡迎收看1月13號禮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先帶大家來關心民進黨的市長初選，黨中央抽籤的結果，台南將在1月14號進行民調，所以13號一早起，立委林俊憲就把甲市民接觸的最後一刻，為中西區總部出發進行車隊掃街。林俊憲表示，初選嘛算是團隊的動員比賽，伊除了按照原本擬定好的節奏來衝刺，嘛深深感受民眾的熱情以及對初選的關心，呼籲大家14號愛佇厝內顧電話。民進黨台南市長初選民調決定14號這天的最後關鍵，立委林俊憲13號一透早甲幕僚開會，擬定選戰的策略，選擇對中西區的總部出發，來固守以立委選區的大本營來車隊掃街，把會當甲市民接觸的最後一刻來衝刺。確定是明天禮拜3晚上，台南要來做這次初選的正式的民調。那我們今天仍然依照我們事先規劃好的路線還有節奏，我的競選總部出發。那大概繞行的區域是我最熟悉的區域就是我個人的一個立委的一個選區。那我們這幾天感受到民眾的熱情都上來了。因為我這樣在車隊經過的時候，我自己的感受非常清楚，那個證明說現在的市民已經高度的關注焦點在於民進黨誰可以代表出來競選市長。初選期間，經過所有團結大會師的作勢，立委林俊憲表示，伊深深感受選民的熱情，甲對這場初選的重要性。伊強調，一定要交予熱情的、相信任的人選。第一個，我感受到我的競選組的團隊，我們台南隊的黨公子，還有我的支持者，現在士氣非常高尤其我們最後的幾場大造勢我想大家也都深刻的體驗到這場初選的重要性不只是今年2026年台南市長民進黨的提名會是全國的焦點，那也會直接影響到2028年的總統大選。那這裡畢竟是賴清德最重要的一個選區了，
一定要交給賴總統最信任的人。林俊憲並市長初選到最後，就是等14號這天，在暗時6點到10點半進行民調，15號中晝進前就公布結果。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民進黨市長初選決戰進入最後的時刻。13號一透早，立委陳亭妃選擇在上有溫度、上有感情的菜市仔掃街拜票。陳亭妃強調，這場初選，伊要讓大家看到伊的堅持甲勇敢，希望用鐵馬精神、用行動政府的效率來感動大家。因為400年來，台南要誕生第一位女市長。就在民進黨中央抽籤決定台南將在14號進行初選民調即刻，立委陳亭妃13號一透早在議員周麗珍的陪同，選擇了以細漢助選上溫度的菜市仔來做最後衝刺，甲所有婆婆媽媽博感情，展現伊的親和力甲柔軟的身段。出世佇菜市仔出世，我7歲時陣爸爸助選，嘛是佇菜市仔。甚至我家己咧選舉，菜市仔互我上大的感情甲溫度，所以今仔日最後這個時刻，亭妃來到咱金華菜市仔，就希望講會當甲着咱鄉親面對面直接，我要甲大家證明講，亭妃的以後是比別人較軟，因為咱會當聽到人民的聲音，但是亭妃會當騎37區510公里，這嘛代表着亭妃比別人更加堅持、更加勇敢、更加勇氣。陳亭妃表示，初選期間，伊堅持無攻擊，嘛將對手對伊的抹黑吞落去。不過，伊也是勇敢堅持，用鐵馬精神，用行動政府效率，要來拼台南400年來第一位女市長。婆婆媽媽都給我們很大的支持而且都給我們加油。就像我在騎鐵馬的時候，人講咱敢會跳，我說不會累，因為每個人都出來，從裡面跑出來，從車窗搖下來給我加油，就像現在一樣，大家有一個期待。其實婆婆媽媽給我的加油是，他們有一個期待，就希望台南愛有一個女性的市長，台南將來不賣有的400年來，我們有一個期待，有一個希望，有一個理想跟未來，就是台南要有一個女性的市長。陳亭妃並市長初選到最後，就是等14號這天，在暗時6點到10點半進行民調，15號中晝進前就公布結果。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布局南台灣全新的據點台南分部，13號正式開幕。不止向前文化大學推廣教育，向南部扎根，更加代表北中南幹部學習的核心理念，打造跨領域甲終身學習的新時代。文化大學打造南部上優質推廣教育學習圈，在原有高雄分部基礎上，加添台南新據點，形成高雄台南雙核心佈局。未來台南的學員唔免擱遠行，在家己的城市就當學習，實現學習無界、知識共享的環境。在大南方的這樣的一個區域裡面，除了之前的高雄分部之外，在台南我們也落地，然後也希望可以來服務，就是台南想要學習的民眾。那我想除了一般的所謂的證照啦、學分班啦，或者是職能方面的提升、競爭力的這些系列的課程之外，我們也有很多軟性的課程，包含像身心靈的，或者是像大家一般熟知的，可能比較現在開年了嘛，就是新春，大家也想了解一下，今年的運氣怎麼樣啊，等等的。我們這方面其實都也會有相關的課程講座，然後包含一些台南在地的這些所謂的手作啦、藝術類啦，我們這是古都嘛，所以其實有很多文化意涵的這些的課程，那我們也會在相關的這些尋找相關的師資，然後來做這樣的一個開設。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台南分部在13日正式開幕，特別邀請到台南市2位副市長趙清惠、江玲煌共同參與揭牌儀式。請揭牌。副市長來往下用力點，謝謝。文化大學呢，我們一直崇尚的2大教育主軸，一個叫做運動健康，另外一個叫做藝術文創。我們從這2大主軸，我們發展出非常多的配套相關的課程，甚至包含到各位在座的，不論是你的公司行號或者是政府機關，只要你想要上的課程，
都可以透過我們的平台來跟我們來做一個連接跟串聯。文化大學一年我們總共可以開9000門課，我們一年的學員人數大概是在15萬左右。我們相信在台南分部再增加了以後，我應該有機會再推到17、18萬，應該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本身也是文大校友的副市長趙信惠表示，文化大學校友眾多，是人數上濟學校，因此文大台南分部在教育推廣上更搭建社會需求，對着台南的觀光推廣、人才培育等幫助真大。文化大學呢，長期以來我們所有的校友應該是專攻上濟校友啦，就所以我們在推廣上，當然就要更貼近這個社會環節的需求。所以剛才校長提到的，包括藝術啦、觀光啦，或者是我們隔壁的這個芳療啦，還有綠色休閒，我想這個都是校長腦袋裡面已經都想好了很多推廣的工作。那9000多個班咱來分工委當在台南市結合我們的觀光旅遊，因為台南市還是百年古都，7八竿那當然如果能夠結合我們在地的更好的這些需求，包括觀光旅遊的人才或者是在推廣。我們現在政府希望能夠再往前的綠色旅遊的這一塊，還有我們農村休閒旅遊的這一塊，對台南市來講，它的這個幫助一定更大。文化大學教育推廣部台南分部目前的課程規劃包含觀光導遊跟領隊考證班、耳足淨化創業班、紙紮藝術、裝佛漆線工藝等，課程種類多元豐富。文化大學希望透過台南分部的成立，和終身學習更搭更生活。台南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農曆春節接近，為了防範事業單位在歲收或者是趕工的期間疏忽職場安全，造成災害，台南市政府啟動大台南春安聯合檢查。13號由市長黃偉哲主持聯合檢查，啟動甲安全觀摩儀式。算是全面守護勞工職業場所的安全。ESG 的部分對，所以這設備一直導入第4代了，所以你不做的話沒辦法。更安全，效率提升。對，所以年輕人才會願意用這種。你看這一個東西一個系統要300多萬。市長黃偉哲前往金屬加工甲機械製造產業工廠，實地觀摩設備豐富裝置甲作業流程管控，聽取如何針對高風險設備導入豐富設計，甲危害辨識甲風險評估，加入日常管理。祝福各位策馬奔騰，零災達成。年關接近，各行各業無用着加班趕工，風險嘛也懸，尤其高風險產業，絕對袂用的因為趕進度就無注意安全。因此，台南市政府啟動2026年度大台南春安聯合檢查，全面守護勞工工課場所安全，強烈監督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安全衛生防災作為。不管在工作，不管是在這個自己的職場裡面，都能夠平安。那這有賴勞資雙方大家一起來重視這個職場的特別的安全，尤其一些有一定程度危險的這些工作場合工地或者是工廠，所以說我們要特別注意。作業形態變化較大，可能會疏忽造成意外。勞工局表示，檢查核心並不是要採罰，透過輔導、宣導、檢查、跨界合作，協助事業單位強化工課場所安全衛生管理，降低職災風險。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旅遊景點、私房秘境、攏底家。特色美食樂力哉，生活時事搶先報，中嘉新聞週報，深耕在地，放眼全國，掌握最新地方資訊。每週6下午1點，就在高雄都會台。南區台中里長柯志雄自上任以來，逐冬舉辦關懷弱勢活動，用實際行動照顧里內低收入戶。這項善舉一做就是12冬，得到各界肯定。今年鄰近的田寮里嘛加入公益行列，希望串聯更加濟力量，將溫暖送到更較濟需要幫助的所在。
出身貧困家庭的台中里長柯志雄，細漢時曾經受過社會各界協助，才會當順利完成學業。這份溫情，伊時常藏在心內。大漢了後有能力，伊選擇回饋社會。在日當前，為發送10公斤的白米開始，默默關懷歷來弱勢族群。隨着理念被更加多朋友看到，善心資源也逐年擴大，和愛心行動持續延續。我們發物資已經連續12年了，那為什麼之後會固定在寒假、暑假之前？因為會在寒暑假之前，是我們之前有跟國小的校長討論過，因為每年的寒暑假之後，然後學校沒有營養午餐的提供，所以一些清寒家庭的學生他沒有辦法有營養午餐，晚上可以帶回家去做食用，所以之後我們就延伸到以後都是每年寒暑假的時間，然後發放一些愛心物資，然後提供給學校，讓小朋友他可以彌補寒暑假那個空窗期的物資，可以多少補足他們的生活需求。兩當前，柯志雄知影背後一位做田的阿嬷辛苦栽種的高麗菜被切單，伊馬上家己開錢買下500粒，分送給歷來弱勢家庭。今年的高麗菜再度面臨價銷崩盤，伊再次出手，各買700粒。希望同時幫助農民，嘛當減輕弱勢家庭的生活負擔。今年冬天因為高麗菜分盤哈，那我們在網絡上得知訊息，那本身我們是里長，我們就自己自費去採購了700顆的高麗菜，那分享給里民，也希望在我們小小的力量當中，可以去支持農民，讓他們可以把一些高麗菜把它行銷出去。這份當年累積的善意，也感動了隔壁田寮里今年首度加入公益行列。這次行動要特別感謝大中里的許志雄里長，謝謝他提供相關資訊，讓我們田寮里可以參與搶救農民的行動。那在這個許可範圍內，我們實際採購500顆高麗菜，一方面是協助農民減輕壓力，那一方面也是把這個心意分享給我們田寮里的民眾還有弱勢家庭。那我相信里與里之間的合作呢，不只是行政上的連結，更是彼此支持，共同照顧社區的力量。希望透過這樣的行動，讓更多需要幫助的人感受到溫暖。為單一一個里到跨里合作，地方里長以上大勁民眾的力量，默默捲起社會一角，也讓行善不再只是口號，而是成為社區中上溫暖行動。台南新聞中緯中採訪報道。來自日本東京的高齡卡球隊首都圈 O75 FC 啟動訪台友誼賽，因是第2屆來到台南，甲在地台南中青卡球隊進行跨國的交流。這日本隊成員年紀全部攏超過75歲，不過體能甲技術一點也袂輸乎少年球員，在球場頂面活力十足。台南市議員朱正軒受邀擔任開球嘉賓，替台南長青足球隊與日本首都圈 O75 FC 的友誼交流賽踢出漂亮的一球。長輩們在足球場上展現活力，體力一點不輸年輕人。日本近景哦，他比我們早先進入超高齡社會啊，那我們台灣現在也正式邁入超高齡社會，所以我覺得這種75歲的這種長輩等級的這個體育呢，我們一定要盡力的推廣。所以呢，這把是我以回一點的問題的重點。平常我們禮拜6、禮拜天，我們就是下午3點就開始練習，每一個禮拜練2天。所以大家老的體力都相當好。地主隊以年齡70到80歲的陣容迎戰，日本隊則是年齡都超過75歲以上。這次是他們第9度來到台灣，也是第2次來到台南。為了降低運動傷害風險，制服特別精心設計。最高齢者が今日来てます87歳。で私84歳なんですが、で青パンツが85歳以上。で金髪履いてるのいるんですが、これは80歳以上。で白パンツが75歳から84歳まで。最後まで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每場比賽時間只有15分鐘，日本隊的成員球技扎實，活力十足。台南隊球員也不遑多讓，雙方都充分展現高齡足球的魅力。這場跨國交流不僅延續台日友誼，更替台灣的長青足球帶來新的能量與啟發。記者邱懷騰的報道。豬血湯、炒米粉會當算是台灣經典的早頓搭配。
在高雄靈雅北極店邊啊，有一間傳承50年的小店，靠着物件好食、價小便宜、大碗佮滿錢，互真濟人客真正是愛甲，逐工攏去交關。早晨的陽光恰巧照亮了小店，開在北極店旁的大腸豬血湯，靠着味美價廉、分量實在，傳承了50多年，是許多饕客都愛的台式早餐。我就天天來，都來吃早午餐啦。這店哦，這個湯頭是很棒啊，裡面有豬血，還有大腸，湯頭也是蠻入口，還有它的麵哦，蠻香的，它米粉蠻 Q 的。我們店裡招牌就是大腸豬血湯，我們每天用熬的那個新鮮大骨熬的高湯，再有我們獨門就炸的那個蔥酥裡面下去熬煮的那個高湯，就是跟別人的味道，這個蔥酥別人是沒有的，這是我們自己調配的。再就是我們的炒麵炒米粉，這就是我們的招牌。一碗豬血湯，一份炒米粉，可以說是台灣人的經典早餐。但這間的分量多到用湯匙隨便一咬都能吃到滿滿配料。而一旁的炒米粉還有老饕們的獨家吃法，不僅能跟炒麵搭配一次享用，還能加上老闆娘的特製辣醬，讓味覺層次更加豐富。那以前是老阿嬤傳給他媳婦在做的。我就在他店裡跟他洗大腸啊，再就是炸蔥酥之類的，再就是幫他的忙這樣子，就慢慢學。因為他那個媳婦也是大陸的，他就對我很好，他就慢慢的就教給我。我們每天都是新鮮的食材，每天大腸都是我自己現洗的，每天都要熬高湯。因為今天禮拜一，我們就是我一般的熬一大骨高湯，就是大概用2天。因為那個高湯要稀釋，不稀釋就是太濃了。從清早一直開到晚上的小店，即便要天天起早貪黑的備料與經營，老闆娘也想盡可能的讓饕客們隨時吃到這份在地美食。記者洪俊傑、李品榮高雄報道。牛黃醫學的概念甲積極的作為已經愈來愈重要。衛生福利部家人病醫就推廣 MRI 腦血管健康檢查。希望有腦內血管較矮以及動脈瘤的民眾，在也未破裂進前，就當提早發現，利用腦血管微創治療，唔免開刀，就當解決腦中風的風險。預防醫學的概念和積極作為越來越重要。衛福部基隆醫院推廣 MRI 腦血管健康檢查，希望有顱內血管狹窄以及動脈瘤的民眾，在還沒有破裂之前，就可以及早發現，利用腦血管微創治療，也就是採用免開刀的顱內動脈瘤血管內栓塞治療。利用血管攝影技術，過程中使用特殊導管導引到動脈瘤裡面，經由導管放置線圈以及密網支架來栓塞動脈瘤，就能夠解決民眾腦中風的風險。譬如說，我們這邊有一顆很大的動脈瘤，那我加了一個密網支架，你看它，因為它比較密，所以血流進去就減少，然後流到上面是 OK 的，因為它是中空的。好，然後這個血流減少以後，這個動脈瘤壓力減少，它就慢慢萎縮，就萎縮回來了。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比較小的動脈瘤，我們實際上只放密網支架，就不加線圈。只是因為這個比較大，所以我們又加了線圈。其實它那一顆很大哈，大概它其實破裂的風險大概每年是3%，而且有過去有統計哦，就是說這麼大顆大1公分的哈。如果你不處理，在3年內會變成重殘的機會大概是85%。平常核磁共振的 MRI 檢查實際上是蠻花時間的。那蠻花時間有什麼缺點呢？病人會不耐煩，躺在上面起碼都要半個小時到甚至常常都1個小時。我們把它盡量設計簡化到在半個小時之間，甚至20幾分鐘我們就把它做完。那把最重要的東西把它找出來。所以而且不用打顯影劑，這個有些病人是害怕打顯影劑的，所以我們用這個核磁共振它的檢查特點，用不打顯影劑，然後時間縮短，讓病人願意來做這個檢查，來做一個screen， 就是那個一個 screen， 就是篩選的一個檢查，把重要的問題找出來，高風險的病人抓出來，那這樣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做後面的。基隆醫院表示，面對腦血管病變，特別是有腦血管病變家族史或是三高的潛在因子，在還沒有達到健保罹患疾病的檢查條件時，可以考慮安排自費檢查。推估台灣人口大約有4%，也就是4%左右可能罹患動脈瘤，防範於未然就非常重要。動脈瘤最多的症狀是沒有症狀，就是說當它被發現就是破的時候了。那這樣子的案例，我們叫做蜘蛛膜下腔出血，其實大概有1/3的病人來到急診室連救都沒有機會救。所以這個比例非常高。我們都知道歐卡其實有一部分的病人都是因為這個動脈瘤破，而且因為他急救可能救不回來，他也沒機會，連電腦斷層都沒有做。中間還有一群大概也是佔1/3，是你經過很多的處理以後，他還是會留下嚴重後遺症，包括一些昏迷的、植物人的狀態，或者是比較嚴重的水腦啦、殘障啦，然後它虽然是出血，它也可能會引起缺血性的中風。總之，變成重殘的機會就相當高。就像剛剛陳教授所提到，3年內85%會是重殘。那所以我們當然不希望這一些病人，然後他就變成一個社會、家庭等等的負擔了。王主任設計出來的這個基本上是自費。那當然這2個病人都是接受自費的檢查。那所以它是一個特別去設計的一個那個腦部含頸部的一個血管的一個核磁共振檢查。那剛才蔡副院長提到很親民，就是指，我們上禮拜才機器人那個外骨骼機器人了哈。那我想一樣，就是就是讓基隆鄉親可以不用花很多錢那就可以很快來得到這樣的一個檢查的服務跟外骨骼機器人一樣我們是4500塊那我簡單講，我的兄弟醫院部立台北醫院是5000塊。那我們很開心，院長能夠帶領蔡副院長帶領團隊，把我們的診斷跟治療都能夠再往前推到一個層次，讓市民可以更早、更安全的知道身體的狀況，然後能夠再接受最適切的、最侵入性最低，然後有機會恢復最快、功能可以保存、可以恢復的這樣子的治療。基隆醫院指出 ，MRI 腦血管健康檢查主要是針對腦部和頸部血管異常所設計，跟一般的腦部 MRI 檢查不一樣，不用施打顯影劑，大約30分鐘就可以完成檢查。記者吳俊松基隆採訪報道。感謝你收看1月13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碧泉，咱再會。汽機車行經路口，請放慢車速，注意周圍人車，並禮讓行人優先通過，避免轉彎死角。記得到路中心點再轉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規則哦，請依照交通號誌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專心快步通過，並隨時注意車輛的動態，在安全處所等待，確認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哦。車輛慢暫停，行人安全行。內政部警政署關心您。以後你們想做什麼工作啊？我想當建築師，蓋很厲害的房子。我要當少年股神，投資賺很多錢。啊！少年股神？真的啦！這個群組裡面大家都說老師報的名牌很準。